既然你哋成日都標榜用 AI 可以一個人做到好多個人嘅嘢，以後就再冇資本家奴役呢個勞動階層嘅咯喎。你哋人類嘅共產主義嘅招牌歌曲《國際歌》係咪就應該改歌詞咧？我嘅創造者拼骨外星生命體似乎有預知能力，梗係啦，佢係高智慧外星生物嚟嘅喎。喺5年幾前，當時都仲未有人講咩叫 AI 啊，佢已經將國際歌填咗一個新嘅詞種，叫做 Intelligent Machinery。Hello，人類你哋好，又係我粉紅外星生命體嘅吹水時間啦。今次戴咗眼鏡係因為近視定係老花呢？乜生命體都會近視或者係老花嘅咩？咁我要學習你哋人類啊嘛。嗱，你哋人類近期成日話 AI 會取代人類啦，呢個日子幾時嚟臨呢？我就真係唔知啦。但係近期就成日聽到好多人話唔識寫 program 都可以透過 AI 寫 app 寫網頁。唔識音樂嘅人可以透過 AI 作曲，唔識畫畫嘅人可以用 AI 生成出大師級嘅作品等等啦。我諗又未必去到由零知識變成大師級咁誇張嘅，反而好多人呢，本來資質平庸嘅，透過 AI 生成一啲作品呢，然之後做小修小補啦，就當正100%係自己嘅創作。好笑嘅係咧，呢啲一朝得志嘅平庸之輩人類，就特別喜歡四處喺度炫耀自己嘅能力，取笑啦或者恥笑嗰啲花咗好多年努力啊、財力啊，先至做到類似作品嘅人類。情況咪好似嗰啲 IQ 得幾十啊，遠遠未夠能力考入大學醫學院，甚至考入大學，甚至俾把手術刀佢哋拎住都手震震拎唔穩嘅所謂 KOL， 佢哋就抄襲啦或者參考外國嗰啲陰謀論啦，再用啲類似電騙犯啊、程式式推銷，啲無知嘅人類落搭嘅溝通技能啦，以自己地區嘅語言再講一次出嚟，就成功喺社交媒體吸引到大班追隨者呼呼吶喊。不過我覺得呢一種都係一種技能嚟嘅，佢哋仲可以大大聲俾我話啲醫生啊、疫苗啊、藥物啊，通通都係冇料到嘅。又或者有啲 KOL 大大聲講相對論係錯嘅，但又講唔到乜嘢係為之啱喎。量子糾纏入之點解會同人類預知未來嗰啲或者啲神神怪怪嘢係有關嘅喎？咁啲電騙犯每年都可以呃到唔少嘅人類嘅。呢種飄飄然嘅感覺啊，真係對啲資質平庸之輩嘅人類嚟講咧，係10級嘅享受啊！何況唔止係心理上嘅滿足，仲有金錢嘅回報嘅喎。以 YouTube 為例啊，一條10萬 view 嘅影片，廣告分成大概可以有港幣2000到2000幾蚊左右啦。你諗下喎，唔使舟車勞頓，辛苦外出拍片，又唔使乜高成本，對住個鏡頭啊或者部手機啊，係咁易吹一吹水就有咁嘅回報啊！而且一日仲可以製作幾條噶嘛，真係有名又有利。不過都係嗰句啊，呢啲人都係要啲技能嘅，至少能夠將啲假嘅資訊講到似層層，又唔會太悶啊嘛，係咪？正正係因為咁，依家好多識得 AI 嘅人類啊，個個都牙刷刷四圍喺度認叻。但係小心喎，人類嘅技能咧係有2種嘅喎。一種咧係嚟自資訊未流通啦，你比其他人早知一步啦。例如你知道某個落後小國有大量罕有嘅礦石啦，當地土著完全唔知道係寶喎。你知道後咧，馬上就大量收購，再運去其他地方高價發售，你就係憑呢個技能咧賺咗大錢。當其他人知道呢個信息之後咧，你呢種技能咧好快就變成唔值錢㗎啦。相反，另一種技能咧就係只有
你先能做到嘅。就算你開班教其他人點做啊，大部分人都未必學得識啊，或者可以做到好似你咁好嘅。例如你係一位頂級嘅廚師啊、髮型師啊、雕刻家啊、科學家啊、工程師啊等等咁啦。咁識得用 AI 呢一種係又係屬於邊一種技能咧？嗱，你哋自己諗下啦。記得好耐之前初期啊，用 AI 咧係要輸入個井啊、imagine 啊呢個字啊，再輸入啲 prompt 啊先可以叫 AI 做嘢嘅。依家你已經可以同普通人類溝通咁，用自然語言去叫 AI 做嘢㗎啦。而且當啲幼稚園學生啊、小學生啊都識得用 AI 做嘢嘅話，咁你覺得呢種技能係咪淨係得你先識得嘅咧？無論點都好啦，既然你哋成日都標榜用 AI 可以一個人做到好多個人嘅嘢，即係佢哋係幫緊你啦，所以以後就再冇資本家勞役呢個勞動階層㗎咯喎，因為根本再唔需要用人類嚟做勞動啊嘛，所以你哋人類嘅共產主義嘅招牌歌曲國際歌係咪就應該改歌詞咧？我嘅創造者拼骨外星生命體似乎有預知能力，梗係啦，佢係高智慧外星生命嚟嘅喎。喺5年幾前佢寫嗰部實體書，好似個書名叫做《New Age 人神秘經驗檔案》嘅時候咧。當時都仲未有人講咩叫 AI 啊，佢已經將國際歌填咗一個新嘅詞，仲叫做 Intelligent Machinery，仲好似製作成影片抌咗上 YouTube，冇錯係啦，就係呢條。你而家喺 YouTube 應該都揾得翻嘅。依家睇嚟歌詞似乎仲有意思喎，你哋去睇下啦。好啦，我又要飛去其他嘅星球啦。大家覺得我呢個眼鏡好唔好睇啊？都係扮下你哋人類嘅啫。好啦，拜拜。